Hello，又係秒懂巨額人壽保險第3集。好啦，之前講咗點樣 presentation 個儲蓄人壽保險係咪好精彩呢？咁今日會同大家探討，如果我1000萬人壽保險，如果我個仔得18歲，如果俾1000萬佢，會有咩事發生啊？咁變咗嚟講呢，有啲老闆嚟講呢，佢擔心屋企人唔識理財呢，佢可能想成立一個信託。嗱，當然喺整個劇集裏邊咧，其中有一集咧係講信託嘅。咁今日唔會花太多時間講，因為成立信託都幾煩嘅。咁首先第一，你又要有個呵護費，又會有個管理費。但係如果小朋友咁細個，你俾1000萬佢，你又唔放心，或者佢屋企人不嬲係家庭主婦，你又唔放心俾咁大筆錢佢，又唔知佢點樣去投資，又唔知點樣去管理。咁所以嚟講咧，而家有個好消息，而家喺好多保險公司嚟講咧，係已經份儲蓄人壽係可以做到一個免費嘅信託戶口。因為咩叫信託啊？信託就係將個擁有權同享用權分開嚟，佢可以享用派啲錢，但係你唔可以即刻將啲錢攞走。OK， 點解咁講咧？其實而家好多各大嘅保險公司咧，有一個叫做新增身故賠償嘅支付選項，呢個係可以媲美一個傳統嘅信託，甚至乎係一個簡單嘅信託。好啦，即係話咧，佢個死亡之付額咧喺傳統上高咧，1000萬可以一次過俾佢嘅受益人。咁當然，但係而家嚟講咧，佢亦都可以有2個安排。咁第一個安排可以定期支付，佢可以嚟講咧，1000萬佢可以每個月派2%。或者每季派，或者每年派。我成日都講，如果1000萬每年派5%俾佢，即係會俾到佢屋企人係50萬咯，係啦。咁佢亦都係可以咧，係部分去攞嘅，只係填一份好簡單嘅 form。咩叫部分去攞啊？譬如話1000萬，我先攞20%，先攞200萬。咁餘下嗰800萬咧，我可以分月去俾，季去俾，半年去俾，年去俾。最重要係一樣嘢，佢個受益人係唔可以反對，咁即係話咧，佢只係可以攞到個享用權。咁喺呢個表格嚟講咧，咁當然間公司唔同啦。咁有啲公司嚟講咧，如果佢嘅只要人壽保險嘅賠償金係超過40萬，已經係可以做到㗎啦。咁當然留意一樣嘢啊，受益人嘅要求咧係一定要有可保利益。咁同埋受益人嘅數目嚟講咧，係5個之內嘅，係啦。咁係又有少少規限，但係起碼係免費啦。咁你只要填一份好簡單嘅表格，你只要剔我係將呢個死亡賠償額用呢個方式去攞，譬如話佢可以攞20% 一筆過攞。80% 咧就係分期攞，分期點樣攞啊？咁分期嚟講咧，譬如話我每年就以嗰800萬咧，每10% 係俾佢。好啦，如果我俾佢嘅時間嚟講咧，喂飛文，我只係攞10%，我餘下嗰筆錢點啊？嗱，餘下嗰筆錢咧，而家銀行係0.001利息，咁其實呢個賠償金額。即係存喺保險公司咧，保險公司而家咧，如果係美金咧，係俾緊2.5利息去滾存嘅，係啦。咁當然誇張啲講句，如果1000萬，我每年只係俾2.5%，即係俾25萬佢，即係簡單食息唔食本，其實可以有一個用不完的錢嘅概念㗎喎，係啦。咁呢個就係簡單嘅信託，而家好多保險公司都做到㗎啦。如果你唔係太明嘅，你可以問你間保險公司做唔做到？呢個係一個好強而有力，可以同啲客仔去講嘅，因為信託好多人唔係太明，同埋佢又好驚好煩，又要開戶費，又要管理費，呢個完全免費。OK， 好啦，呢幅圖我好中意嘅，呢幅圖送埋俾大家。久病無孝子，咁咧有2個伯伯入咗醫院，嗱呢邊咧就將所有財產咧分晒俾啲子女，有病咧冇人探嘅。好啦，而呢個嚟講咧。佢冇啊，其實佢冇乜錢嘅。不過嚟講咧，佢啲仔仔女女俾佢啲生活費咧，佢買咗1000萬嘅人壽保險。
咁於是乎咧，對佢有病嚟講咧，就兒孫滿堂。點解啊？因為受益人係咪可以隨時更改？如果一個人佢要改受益人，係咪好容易啊？即係話，譬如話我有兩個仔，大仔唔嚟探我，細仔嚟探我，咁我將來分少啲俾佢咯，甚至乎唔分俾佢都可以㗎。咁嗱，記住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，因為如果佢本身佢尤其是香港人好多低下階層嘅人，佢可能之前慳慳埋埋供書教學，基本上佢都冇乜積蓄㗎啦。不過佢啲仔都孝順，咁但係你可以同個 uncle 講啊，其實你可以幫你瞬間創造一個財富，唔好話1000萬啦，你可以幫佢創造100萬，佢都係俾2萬幾一年嘅保費，但係即刻有一個家庭嘅資產，咁咪兒孫滿堂咯。OK， 但係人壽保險好得意嘅，保險唔係有錢就買到嘅，咁所以嚟講咧係需要核保，係需要健康核保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我一般會同個客講，人壽保險冇錯喺個瞬間槓桿你畢生嘅現金流，但唔係有錢就買到，但係你要驗咗身先。咁好多時嚟講咧，我係直頭係叫個客去驗身先俾計劃書去睇。你諗下啦，驗咗身，佢又抽埋血，痛完之後，佢唔買，佢做乜要驗身啫？嗱，你呢個叫 minor decision。咁當然健康核保你都可以當係一個 skill 咁樣去運用啦。咁當然因應佢買幾大保額同埋年齡要去驗身啦。仲有我真係見客嚟講咧，我會連呢份內部文件都同佢講，除咗健康核保，仲有唔係有錢就可以買嘅，因為仲要財務核保嘅。我會將呢個保單因子表咧係去同佢傾。咁我個故事係咁樣嘅喎，我就同佢講啦，如果有個後生仔，佢25歲，佢啱啱承受咗佢屋企1億嘅資產，咁我想問，如果佢而家有錢啦，佢可唔可以買1億嘅人壽保險啊？咁個答案係咩啊？答案梗係唔得啦。啲客戶唔明嘅喎，點解唔得啊？唔係有錢就可以買咧？你可能誤會咗啦，因為人壽保險嚟講咧，係因應你嘅賺錢嘅能力承擔個保單因子。咩個保單因子啊？譬如30歲樓下咧，佢可以買到佢嘅年薪係30倍。如果佢人工係15,000蚊，係打工仔，佢1年嘅年薪係18萬，咁咧30倍嘅年薪咧，佢最多只可以買540萬。我會俾呢個表佢睇，即係我要證明俾佢睇到。首先，阿老闆唔係有錢就買到，就算你承繼咗1億嘅資產，你都買唔到1000萬人壽保險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個客就會貼貼服服，咁佢就會即刻買㗎啦。甚至乎我好多客聽完之後已經係買盡咗，去問 Raymond 仲可唔可以買啊？咁當然，除咗財務核保，係仲要睇佢嘅。如果佢買嘅資產大嘅，譬如話係買超過200萬美金咧，要填財務報表啦。甚至乎如果係再超過，仲要係俾埋稅單嘅。咁所以財務核保都重要。我其實係利用埋財務核保嚟講咧，係直頭說服個客咧去買進去。係啦，我曾經喺湖南有個客同佢傾遺產稅，佢兩公婆聽完之後，第日叫佢老公同我傾，傾完之後兩公婆買進，但係咧。佢嗰陣時想買200萬美金，但係俾核保部彈出嚟話唔俾佢受咁多。個客知唔知點樣啊？佢話：Raymond，有咩方法先可以買到啊？我話不如咁啦，你有冇不動產嘅屋契啊？你俾我，咁可以作為輔助嘅。咁於是乎嚟講咧，個客俾埋7張屋契我，跟住核保部出嚟都係唔受咁多，只係受佢150萬美金。個客越冇得買，佢越點啊？佢越問有冇計仔諗，我話不如講啦，你銀行嘅存款嘅資料同埋股票戶口你 send 俾我睇啦，跟住嚟講咧，佢就係將佢銀行嘅存款都 show 埋，咁核保部先勉強受佢200萬美金，即係話人壽保險唔係有錢就買到嘅，係啦。咁今日呢啲資訊期望幫到大家做巨額保單，甚至乎破埋香港同埋中國嘅紀錄，好冇？今集到此為止，拜拜。